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26，旧历的12月14，礼拜二。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公布，今仔日增加一例境外输入的病例，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因为墨西哥回国，伊是坐医疗专机返来台湾确诊。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 今天我们有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没有本土的个案。那境外移入的个案从墨西哥返台，那我们编号是891去年11月到墨西哥出差，那今年1月3日起有出现相关的症状，那1月6日检出是 COVID-19 的阳性。 那1月7号至23号分别于当地的饭店及医疗及医院隔离。那因为他有其他的就医的需求，所以提出国际紧急医疗专机申请，并获同意。1月24日抵台收住住院隔离那今天采诊今天经采检于今日确诊。 那他独自搭机返台那医疗专机机组沿街没有入境所以没有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890例。疫情指挥中心嘛来呼吁着也未做流感预防针的民众赶紧去做。讲为1月30开始，公费的流感预防针开放予全民去做，做到疫苗注了为止。指挥官陈时中讲，做好着对家己的保护，就是对防疫上大的贡献。